香港人要點樣喺小紅書上面開店？我哋整理咗過往服務香港商家嘅經驗，分享俾大家。好多香港老闆喺小紅書開新店嘅時候一上嚟就急住開張，完全忽略咗前期嘅鋪墊，搞到開咗張之後反應麻麻。其實想間新店喺小紅書一炮而紅，呢3個關鍵嘅招式一定要學識運用。第一招，開業前嘅宣傳要做到足。香港商家喺新店開張之前，記得要先透過社交媒體、小紅書筆記等預先宣傳預告，提前吸引一班潛在用戶嘅注意，等到大家對我哋間新店充滿期待先。第二招，推出店鋪開業嘅促銷活動。我哋香港商家開新店嘅時候，要明白一個道理，優惠活動最能夠捉住用戶嘅心。建議大家可以搞翻個小紅書開業促銷活動周，就好似打折送贈品限時搶購呢啲常見又有效嘅玩法其實都可以安排上㗎。用一啲實實在在嘅着數促使用戶落單。第三招，用優質服務同埋產品建立口碑。呢一點亦都係我哋香港商家嘅優勢所在啦。內地用戶大多數都會覺得我哋香港嘅產品品質有保證，只要我哋持續咁為客戶提供優質嘅服務同埋產品，滿足佢哋嘅需求，良好嘅口碑嘅基礎就會越嚟越紮實。我哋一個打造好店鋪嘅公式就係好服務再加好產品再加好口碑，就等於好店鋪啦。只要我哋喺呢幾方面落足功夫，不斷咁促進回頭客嘅形成同埋好店鋪嘅正循環，咁香港店鋪喺小紅書就一定會越做越好嘅。關注我，帶你喺香港玩轉小紅書。